第五組嘅 Maggie 組。之後就公佈第2名咯喎，有請2攞龍獎潘文柏先生公佈嘅。第2組sorry， 亞軍係第1組嘅 Maggie 生。咁最後公佈冠軍㗎啦，咁我哋梗係請企攞羅小隊最高領導人阿君圖周文英小姐為我哋公佈第1名嘅得主。企啦！第1名就係第4組嘅吉他他組。好。